要到正安店了，武王宫庙了。我说哦，来到新营了，嘿嘿，我看看，那有大五台车呢，开过去了。哦，我跳舞。有。啊，我早上有去走那个北港，我早上有去跑北港。北港你也去了哦？北港好像是玄天上帝的活动呢，在武德宫呢。我明天要冲雪甲。雪甲也有哦。
明天水饺也有。我们山庄有那个读经会考啦。我这就要考庙会。哦，庙会啊。傍晚拍起来感觉挺好看的。哦，在新开的道路往北到那个竹围后611，要到那个镇安宫、五谷王公庙。哦，前往那个大楼那个地炮车灯制造公司。这边呢要做转运站的哦，土地新开发的。哦，前路远方啊，那是带学公神教的。他们在做立乐枪，台语的立乐枪。要拍片啊，要跟老哥。
谢番茄。番来，多谢广过来，谢谢，谢谢。哇，非常精彩吼！咱的舞台演出，来今晚呢，我咱老来宾话咧，今日用餐的时间呢，同款的咱舞台顶吼，咱来有本秋景观呢，同款时安排呢非常精彩的节目，来呢来安排歌曲好了，唱歌好了，好来，来安排咱头几首歌曲，来，我让我们的辣妹吼先休息一下哈。都可以唱吗？那就交给你们了。来哈，来麻烦一下老师给我们点播那首歌曲。来现在我们的辣妹呢，在休息的时间呢，就由我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这首歌曲呢，要来预祝着今仔日吼，咱这个活动会使圆满成功。嘛来要来祝福着呢，咱的高雄吼，咱的艺术呢会使呢顺利动上安排这首歌哟。有时我要唱歌尔，摄影机出两只，为什么？你袂受限制吗？我迄个两个搞转来。感谢哦，今仔日伫咱菜市场哦，咱治安高调咱这个高调吼咱这个完球，高调完球来出巡哦所以咱遮可以咱参加咱出巡这个队伍这个工作人员，这个主持在前面在恁做下导奖。咱即卖咱就就有了我哋大家我今日咱即卖准备用餐，就比较赞大家辛苦啦辛苦开始哦，这个挺爽的。谢谢。那谢谢。好来，咱这个群众大家对于收了这是平安节甲恁通知因为咱这个繁荣甲咱这个平安节这个又来降水又来降水，准备这个香头又又来降水，准备香头要互咱是互咱是准备合并平安真若需要来这个来取这个香头未来降这个香头要互咱地平安咧恁若是需要恁再来为你取
伊真个真好参加，啊对咱的朋友兄弟拢真热情、真热心，啊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咱的中分关的第2道呢，非常感谢，谢谢，来感谢帅哥你的花香谢谢，来咱所以继续安排咱第2首歌曲，来老师我安排第2首歌曲，我唱了没？我唱，真的吗？你要帮我唱吗？那就我们都交给你了，来拿你的，来安排这首《爱你一万年》，谢谢。来，继续加油！就过来了，是亮亮的，是去找。不能让你忘记，爱是我爱的对味，爱来的是真有说服我愿为你付出，我爱你，我心是谁？谁是谁？在心中，在每个时刻，爱给你的定位，我爱你，愿为付出全力，不为不离，别为我在心上，我决定爱你10000年。我决定爱你10000年。来，掌声给我们帅哥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谢谢。咱这位帅哥上介厉害、上介靠出的所在伫对，你知无？伊唱慢歌，伊法都跳到哈尼的前，真正厉害。今天晚上就交给你了哈，从头要跳到尾，不可以停哦，好不好？I trust you, OK。好的，来继续来，一样是我们热情的舞蹈，来几个波德。等一下我们辣妹出来跳的水动哦，你穿安尼伤热啦，真正伤热，你相信我。嘿，大歌真正的吼，来，继续安排咱其他的舞蹈表演哦。的辣妹。安尼附带的看题。好的，来我们辣妹的舞蹈献给我们现场哦，来咱现场的各位朋友，来咱做伙来给咱欣赏。来，帅哥，你唔免歹势吼，你唔免歹势。今仔日呢，咱来邀请来个这为咱大家服务吼，上届重要就是要吼，好，咱这现场的咱的朋友拢知影，所以呢，大家呢会当欢喜吼，就是咱上届大的光彩啊吼，非常感谢，谢谢。看到。吃晚餐时间呐。
放时间，下面。休息，吃晚饭。几点了？哦，5点半左右。先吃点心了，然后再进去入面。竹围站哦。竹围站的万圣村，竹湾公会万圣村，
可以就闭关，可以拿着可以放心。非常关键哈，来讲了全部全菜单哈，今日咧咱做饭咧，主食个饭个报告讲传会哈，是咱的主持人参选着，咱台南市咱的议员选举，选举做好个咱的大家庭，咱的议员哈，咱的大家哈，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咱们前10日，在北京湾开幕典礼，第一，能够是这个环境，这个来出发，今天都能到咱这里巴兰卡对岸边，比较休闲用餐用餐，在当中的话，大家辛苦，准备好用餐的班用餐，用餐，但是1点准备大家听好。咱6點15分，6點15分準時要出發，6點15分，準時要出發，咱出發就是先來參拜了，參拜了，6點15分，咱後聽就報上，6點15分，咱準時要出發，有隻工作人員，未食係未食，也暗上嘅人，趕緊，咱去寫起來，去寫起來，大家辛苦，在此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大家支持，拢祝表現愉快，祝大家合法平安，感謝各位啊！謝謝哦，我放沒有，你在放哦，我先快到了，轉運站的到了。辛苦的工作人員，咱主持人大家報告吼，即馬咧甲咱用餐的時間吼，即馬甲咱用餐，大家非常辛苦，即馬咧用餐的時期咧，嘛是非常歡迎吼，來到咱的搖滾村吼，咱的搖滾村這邊，來甲咱吼，看咱吼辣妹精彩舞蹈演出吼，來繼續給咱安排，來我們精彩的舞蹈演出，謝謝。还有半个钟头左右了，还要半个钟头左右，还要入庙了。手机反也没电了，先停，先暂停了。6点15分才入庙。手机快要没电了，先暂停了，先暂停了。哦，谁呀？那么多的面都掉地上了。手机快没电了啊！还要半个钟头才有入庙啊！暂停啊！他留一些电哦，入庙的时候才拍。